伫现场，也是伫线顶每礼拜，拢相常用一个真刻薄的心来敬拜伊。咱只是用这首歌来安静家己的心。献上咱对咱上帝的阿乐甲赞美，咱大家开声来赞美阿乐咱的上帝。主，咱的上帝，天父，我们要阿乐你，你是荣耀的上帝，主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这个天要光起你的阳光，穹苍要保养你手所做的，日日到迄日发出你的言语，一暝到一暝要传出你的财宝。主你所做的极其多，全地要充满你的丰富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将万行有，甲你家己拢白白赏赐予阮。主，原是你手所做的工，感谢你照你的形象做阮，搁予阮有活命的灵。主你的灵甲阮伫地更新阮，改变阮。你也教示阮，予阮成做你荣耀的囝儿、查某囝。会通承受一切丰盛，主因你讲，你会按照运行伫阮心内的大能力，充充足足成就一切，超过阮所求所想的。天父啊，阮要学了你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伫人袂话，伫你凡事拢会。你讲，听候你的要定心得到快乐，你的大能力管啊管。予阮亲像鹰鸟，铁石飞悬，行无野，走也无先。我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。每一摆我祈祷，我用到你的手，你得罪主，我的手会当罪。每一摆我祈祷，我所
圣经中间，咱知影扫罗伊进前大大来迫害基督徒，伫伊去大马色的路上拄着耶稣，耶稣来呼召伊，改变伊，互伊对峙一个迫害者，变作传福音的大能勇士。伫伊互耶稣帮着的时阵，伊原来所看重的性命价值，迄个瞬间就化作乌有，完全破碎。伫伊青命迄3日中间，伊重新反省家己，调整家己，伊找到上帝伫伊心上的命定。迄个时阵，上帝圣神像是也启示感动阿拿尼亚去为着扫罗来换手祈祷，成做保罗的祝福。阿拿尼亚这个人伫圣经中间，敢若出现一摆伫这个所在，总是伊顺服。成就上帝伫保罗心上的命定，就是要去万邦传福音，传基督耶稣的福音。亲爱兄弟，当咱伫生命十字路口的时阵，上帝有时会亲自来启示咱，总是搁较侪的时阵，伊是要通过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，将伊的启示甲这个感动放伫咱中间。咱生命中间，咱有可能是保罗，咱嘛有可能是阿拿尼亚。咱每一个人拢通恳求圣神帮助咱。会当谦卑顺服，像是咱也会当通过圣神，找到上帝伫咱每一个人无同款生命中的命定，就是上帝伫咱每一个人心上无同款的心意。所以，这是我要邀请咱兄弟姊妹，咱做伙开声来祈祷，恳求主来使用咱。也帮助咱会当明白上帝伫咱心上的命定，那就是迄个稳定的呼召。咱做伙开声，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感谢你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阮伫天里的爸，你的慈爱是永远伫地，天离开地有偌悬，你对阮的慈爱也有偌深。当离开西有偌远，你予我做歌也离我有偌远。主，你是满有怜悯的上帝，地上的芦苇你无压制，要花的灯火你无拍熄。主，你是我的快乐，是我的崇拜，是我伫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求你赐我智慧甲圣神的启示，予我属灵的眼光，明白你伫我身上的计划，予我谦卑顺服，有勇气去回应主你的呼召。这是你对我荣耀的呼召，是我的命定，是你爱我认真去做的事。因为我感谢你，你体贴我的软弱。你拄起阮的重担，你也照阮本来样相来接纳阮。主，我要因为你软弱变作刚强，恳求你帮助阮承接你全备的恩典甲祝福，来成做别人的帮助甲祝福，互阮身躯边的人通因为阮来认捌各真各活的上帝。
我哋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一拜我祈祷，我要当你的手，一道耶稣，我手会当做。一拜我祈祷，我所的前所，落落的破片，我的魔鬼而来。一拜我祈祷，我要当你的手，一道耶稣，我手会当做。一拜我祈祷，我所的前所，落落的破片，我的魔鬼而来。我要祈祷来到你脚前，我要追求你，我要念你我行所在，你叫我追求你。一拜我祈祷，我要当你的手，你道耶稣，我手会当做。一拜我祈祷，我所的前所，落的破片，我的魔鬼而来。一拜我祈祷，我要当你的手，你道耶稣，我手会当做。一拜我祈祷，我所的前所，落落的破片，我的魔鬼而来。一拜我祈祷，我要当你的手，你道耶稣，我手会当做。一拜我祈祷，我所的前所，落落的破片，我的魔鬼而来。记住了三个。一拜我祈祷，我要当你的手，你道耶稣，我手会当做。一拜我祈祷，我所的前所，落落的破片，我的魔鬼而来。伫顶礼拜，老金典牧师有来到咱中间，伫个讲道中间，互咱明白，咱每一人的使命甲命定。上时，教会伫即个世代，也有上帝的心意甲伊的命定。教会命定就是传福音。就是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为着教会来祈祷，咱为着咱富强教会来祈祷，互咱教会成做传福音的福音的出口，互咱伫这个所在、伫这个社区、伫这个城市，成做大家的祝福。咱大家开声，做伙为着咱教会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。哦，是，主啊，我们将教会交托你手中，愿你的圣心交阮教会撒个地顶。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你是阮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你的身躯，阮彼此成做肢体。虽然肢体侪侪，依然是一个身躯。主啊，阮承认阮有罪，阮常常坚持家己的意见，逐人只顾家己的事。
阮常常也互相比较、骄傲、冷淡，也互基督的身躯受伤、分裂。主恳求你赦免我的罪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：富强教会是一间合一的教会。求主赐福阮谦卑的灵甲受教的心，凡事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疼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尽力保守圣神所想所事合一的心。由圣神福音的火点着伫阮，兴旺福音，扩大教会的场平。就特别伫这个黑暗的世代，阮会当同心合意，为着阮的国家、城市、甲正教会来敬献祈祷，互福音遍传，全地拢要开声学了你，人人拢要讲出你伟大的大作为甲能力。新耶奇事要充满伫每一个角落，愿你的名受高举。愿一切因儿乐、荣耀、尊贵，拢归乎阮伫天里阿爸爸上帝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给你，为有你的好调甲听道，会一生无骗你。
诗318首。早秋太清世行，这下了祖孙命。现在因那呀酒棍，我已了祖大文，听听听，因那了因公，听听听，因那了因公，应更尊贵，应更尊贵。更尊贵贵难红，难修家是听耶稣，难修家是听地路，难修家是他现在，因为这温和了别，呀呀呀。因那了因公，呀呀呀，因那了因公，应更尊贵，应更尊贵，应更尊贵贵难红，呀弟姊妹老少嘞，弄掉了主。当心我了小孩，当下天天大主宰，呀呀呀，因那了因公，呀呀呀，因那了因公，应更尊贵，应更尊贵。更尊贵贵难红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因带阮会当对祈祷，搁有诗歌敬拜来得到安慰，嘛用诗歌陪伴阮的心，要来亲近你，亲像囡仔通明白你的带带。亲爱的主，愿你伫礼拜中间，伫阮的生命中，拢会当赐下稳定，嘛会当互阮学习安怎来荣耀你的名，互阮的心通顺服你，愿意听从你的话语，得到真实的平安。感谢主，这时邀请咱三教用主的祈祷文来讲。我伫天地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有阮的人。无你操阮入去，就救阮脱离了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请咱三甲来启用，启用文第26篇诗篇31篇，就称赞上主，伫圣洁的人自己的大会中，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赐美牛，互敬畏伊的人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关联。伊的手的所做正直公平，永远袂改变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
甲因着永远的约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请咱同心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是阮的主，阮用谦卑的心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恩典，用慈爱款待阮，也赐福互万百姓。阮感谢你的创造，你的保护，搁将逐项的福气赏赐阮。特别感谢你无尽的恩爱，对阮的主耶稣基督来救赎世间人，通互阮得到将来的荣耀。阮诚心感谢你。伫过去的日子，阮常常得罪你，袂记你的疼，离开你的真道，浪费你的恩赐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教示阮，洗清阮一切的罪过，帮助阮会晓伫你的果的内面来活，行你的道路。今仔日，不管阮是怎来喜乐的心，也是怎来困扰忧虑、劳苦悲重大的心，来到你面前，求你接纳阮的感恩、感谢、甲懊恼，也安慰安静阮会得到安息，互阮伫你的疼内面，无惊吓，完全信靠你。阮中间身体欠安尼兄姐，求你怜悯施恩，医治早日复原，有家庭事业工作需要的，求你帮助解决渡过难关。阮也将阮所徛起的台湾完全交托互主。伫疫情中，有侪人确诊阳性，求主怜悯保守一切，赐下平安，医治完全，也互青少年甲儿童透过疫苗来建造好的抵抗力，互副作用降到上低。求主掌权，互疫情得到控制，互阮早日恢复正常生活。仰管天地的主上帝，今仔日也是社福事工关怀主日，求主帮助阮，愿意主动去关心关怀伫阮身边的弱势者，看见因的需要，用行动来回应你的疼，也互社福机构所需要的资源，无论是经费、设备、人员，拢无欠缺，会当替主做美好的工。至圣的主，你是教会的头，阮是肢体，求你带领保守大家，同心合意，照你的福音，兴起一切圣善的事工，为你的圣国来努力，互伫台人的乡亲，因为阮会当得到你的祝福。感谢主，赐阮伫遮同心敬拜你，恳求圣神开阮的目睭，阮的鼻孔，阮的心门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求天父的灵降临地球中，掌权赐福。阮安尼感恩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享受上帝的话，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2位，士师记6章12节到17节，甲21节，也阁有33节到34节。第2位伫个士师记7章第7节，也阁有9节甲11节。士师记第6章12节，上主的使者对基甸显现，对伊讲：强猛的勇士，上主甲你同在。基甸对伊讲：先生，上主若甲阮同在，是安怎阮会遮尔凄惨？阮的祖先所甲阮讲，上主曾带阮出埃及，遐个基师伫倒位？当上主已经放杀阮，
将阮交予米甸人。上主对基甸讲：“你着用你的气力去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。我现在就差派你去。”基甸应伊讲：“主啊，我哪有法度解救以色列？阮的宗族是玛拿西支族中上卑微的，我是阮兜上细的。”上主对伊讲：“我要甲你同在，你要拍败米甸人，亲像你拍一个人。”基甸讲：“我若对你得到恩典，求你予我一个证据，予我知甲我讲话的就是上主你。”第21节，上主的使者伸出手里野的拐仔，用拐仔尾吐肉甲无甲饼，就有火对石盘倒起来，将肉甲无甲饼拢烧去。上主的使者就对基甸的目睭前消失。33节，迄时米甸人、亚玛力人甲东边的部族拢聚集，过约旦河，伫亚苏列山谷扎营。上主的神临到基甸，伊就缀伊。第二位，士师记第7章第7节，上主甲基甸讲：“我要用这洪水起来指的300人解救恁，将米甸人交伫你的手，其他的人拢通倒去因兜。”第9节，迄年上主甲基甸讲：“起来，落去攻打迄个兵营，因为我已经将因交伫你的手。你若毋敢进攻，你甲你的仆人好啦，就落去因的兵营，注意听因伫讲啥物，就胆量落去攻击。”圣经读到这，愿主赐福听懂伊的话人。即时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，因所要献的诗歌是：主啊，我听你。献诗时，请靠传道来讲道。伊要传讲的信息是：我甲你同在。
位兄弟平安。真感谢主，伫疫情的中间，真久的时间无法度来听去圣歌队的献诗，啊，今日听着感觉足感动，真正是感谢主，吼，咱中间真侪小组对昨开始渐渐有真侪兄弟搁倒来实体的聚会，是上帝嘛有稳定照顾咱中间的真侪兄弟有健康的身体，也是讲对疫情中间拢会当来好好恢复，对遮咱伫讲道的大声嘛先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有即个稳定通组织伫遮来听探你的话。主，伫阮认捌你大声，你就已经先认捌阮，用大项的恩惠扶持阮。当求你赏赐智慧，互阮通伫礼拜中明白你的声，认捌你的作为，搁有应许。对安尼，阮的心会当得到透放甲喜乐。感谢主，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今仔日要分享的圣经节是伫士师记内面。咱拢知影，士师记有真侪好看的故事，是有真侪对细汉就伫教会长大的囡仔拢真熟的。就亲像今仔日所要分享的经文，是甲基甸受呼召有关系的经文。我家己在读伊的故事的时，会感觉真享受，因为伊所表现出的个性，也是伊的性情吼。伊刚强，也是软只的所在，有真侪部分拢会互人感觉到，哦，这个事师，伊甲咱同款呢。啊，每一摆读，拢会更先搁认捌家己，搁看到家己。所以今仔日邀请咱着搁一摆，对伊的生命中来了解上帝接着伊，互咱有甚物款的启示。咱若是对圣经中上帝是安怎会呼召一个人来跟对伊的故事有了解，就会知影讲，上帝会兴起士师，也是其他的领导者，其实拢是有社会拄着受苦，也是有真侪的问题在发生的时，上帝就会呼召一个会当引带人来敬拜、来得到平安的这个人来兴起伊，成做领袖。所以，上帝接着兴起士师基甸来回应因迄个时代的需要，来带予迄个时代的人有真实的平安。安尼，咱就会当搁小可来学习，也是搁来了解，到底迄个时阵的以色列人刚在面对甚物款的痛苦？咱若是手中有圣经嘛，会当小可现看卖吼。若是看士师记第6章的开头，第1节到第7节，咱就会知影讲，伫基甸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因在面对一个真歹的这个攻击，迄个攻击是对米甸人来的。啊，咱若是看圣经，就会知影讲，这个米甸人吼，因真正真歹，差不多有7年的时间。圣经讲，因着亲像草尾仔遐尼济，因来吼到伫迄个所在，就会甲所有以色列人的土产，搁有精神，拢摕走哦。所以一点点仔要互遮以色列人来生存、来活落去的食物，也是遮的财产，拢无留互因，互以色列人完全无法度来生存。所以即款的日子已经经过7年。这7年，以色列人就军队迦南遐的宗教来崇拜遐的偶像。毋过7年差不多真济了，遮以色列人无法度顶会牢，因就起来呼求耶和华。所以看到遮，咱就会感受到讲，以色列人迄个时阵真正是真可怜，受到遐尼大的压迫。所以基甸真简单来讲，就是伫即款环境中，互上帝起造来受到呼召。煞只，咱若是真紧来看，基甸伊受到呼召的经文，就会感觉讲，
哦，这个人真正真趣味。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的段落，就会看到讲，大生伊拄着一位主的使者来到伊的身边。迄个时阵，伊咧做啥物？咱若是有读圣经，迄个时阵伊咧拍拼做工课嘛，吼，伊咧做工。啊，共时阵，伊搁咧做工，搁一面搁真惊遐米甸的人，毋知啥物时阵搁会来攻击，所以就是安尼小可美咧，吼，啊，搁同遐做工。迄个时阵，上帝圣经讲，伊诚做一位使者来到伊的面前，对伊讲：强猛的勇士，上主甲你同在。哦，所以这就感觉真趣味。强猛的勇士伫倒，这亲像咧讲耍笑啦，吼。所以基甸看到这个使者吼，这个使者可能无啥物特别，就亲像一个人，也是一个会彼此关心的兄弟，就来到伫基甸的面前，安尼甲伊讲：哦，你是一个勇士哦，上主喊你伫地哦。啊，基甸安尼，计先心内酸酸，就甲伊应讲：先生，上主若是甲阮同在，是安怎阮会遐尼啊凄惨？阮的祖先所甲阮讲，上主带阮出埃及，这个奇事伫倒落，搭上主已经放晒阮啦，将阮交互米甸人。吼，所以这个基甸吼，有使者来甲伊鼓励好调，啊，伊应讲，我故事拢听足济啊啦，你这个话吼，无效啦，这我拢知影，啊，毋是真诶啊，伊安尼应的，吼，迄个个性很厉害吼。所以，上主嘛真有耐心哦。伊就回应讲：你定用你的气力去解救以色列人，脱离米甸人的手。我现在就差派你去。啊，结果基甸佫讲：主啊，我哪有法度解救以色列？阮的宗族是玛拿西支派中上界卑微的，啊，我佫是上细汉的。所以，咱对遮就会当真趣味看到，其实基甸伊是一个嘛有认捌上帝的人哦。伊可能对细汉就听真济信仰的故事哦，佮会听这出埃及的见证哦。毋过，当上帝看到伊要找伊的时，要使用伊的时，伊的反应就是：我拢知影上帝的故事啊。毋过，上帝敢真正甲我的同胞同在，还是上帝敢真正向我同在？这个对细汉受到信仰教育的人，面对上帝时，第一个反应是安尼。啊，佫有第二个反应，就是讲，嘿，啊，上主讲要差遣我来解救我的同胞，伊就回应讲：哪有可能？我也无够好啊，安尼无办法啦。所以就是讲。虽然上帝的故事基甸拢听过，毋过伊感觉上主敢真正就亲像伊的前辈讲到遐尔好，啊，若是遐尔好是安怎？实际的状况看起来毋是安尼。过来上主甲伊邀请的时，伊咧怀疑上帝伫伊身上的计划敢有法度实行？真有可能上帝的邀请也是好调。伫基甸的心上，伊就甲伊当做一个真无可能，也是真荒谬的想法。因为伊看家己毋是上帝的使者所甲伊提醒的迄种人。咱若是看到遮，就感觉讲，哦，这个基甸，伊的心境，伊面对上帝时迄种怀疑、无信任的迄个痛苦，有时嘛亲像咱会拄着的共款的，就亲像有时。咱心内嘛会迄个点点啊想讲，是安怎大家拢讲上帝真好？毋过我看起来，我感觉上帝对我无我听起的遐尔啊好啊。也是当咱听去讲上帝互你伫遮，一定有伊的计划。毋过咱看起来感觉讲，啥物计划我也毋知影。甚至伫现实中，上帝的计划伫人的生命中显现的时，可能。就算讲伫教会大汉的囡仔，嘛会讲，迄哪有可能？所以伫信仰中，咱会拄到一种失望，就是上帝的故事听介济啊，见证一直看，
毋过无一定会带出正面的效果，有时嘛无一定会得到鼓励，反倒等有时人内心会黑暗，会互咱感觉到啊是安怎伊的故事都遐尔啊好，啊我都无拄着，平平拢是拄着困难的人，啊是安怎伊上帝照顾，啊我每一工踮遮挣扎辛苦流目屎，啊煞无得到帮助。上帝啊，你敢真正亲像别人所讲的遐尔啊好？是安怎？拢是别人有见证。啥物时阵我嘛会当来经历你的快乐？这毋敢若是基甸一个心情，嘛真就亲像有时咱伫信仰中会拄着的两者。即礼拜我伫台中参加一个传道书的课程的培训，中间有几若个牧者伫彼此分享、彼此鼓励。有一个牧者伊讲起中，伊讲起伊家己生命的经验中间，伊伫牧会生命中间，伊嘛有足侪摆，就是即种上帝所做的甲家己的想法完全无共的即种的痛苦。我印象上较深的，就是伊讲，伊伫新学伊读册的时，就已经装备家己要来服侍青少年做学生的工课。伊的使命就是对少年人有真深真深的感动，甚至伫要准备授牌的时，拢已经有合作过的机构来练习，准备就要来接任迄个青少年机构的工课。毋过谁知影，一寡定数也是毕业的时间，有一寡变化。结果等到伊会当互总会来分派的时，结果出来，伊却是去到真偏僻的所在。伊所去的教会，敢若有中辈尔，无有一个青少年。啊，除了无有青少年，嘛无有太济的服侍同工。所以伊每一工踮遐料理教会大细的代志，大部分的服侍拢爱独立备办。这个代志加起来，伊完全无有气力，搁思考啥物青少年事工，搁有其他的部分。所以有真侪年的时间，伊非常怀疑上帝敢真正爱伊安尼服侍。每一日伊游玩伫祈祷的时，面对心中迄个想要服侍少年人的渴慕，毋过搁看起现实中伊的处境就是安尼。其实虽然伊嘛是真拍拼伫牧会，毋过伊非常的痛苦。伊每一工拢咧想讲，敢真正是这个所在？就算讲每一日家己鼓励家己，我靠耶稣，我靠基督，侍奉主，毋过日子一天一天地过，总是听到别个牧者的见证，搁看到家己所面对的，我会感觉真自卑啊！感觉奇怪，上帝是安怎无照我的呼召，我的渴慕来安慰我，来互我？我嘛想要用我该会晓的所在来服侍主，是安怎却伫遮拄着即款的状况？哪会我心中有渴慕、有感动的异象，该先互上帝放杀伫另外一边，家己每一日踮遐创东创西，啊无闲甲无法度搁想较济，这敢是上帝互伊的路？是安怎上帝家己放伫一个无有资源人力来处理教会需要的所在？踮遐伊嘛有一段时间失去了自信，有时搁有失去了方向的感受。所以是安怎？无论是伫圣经，还是伫现实，是安怎上帝无有照人所求的、渴慕的来帮助这个人？到底上帝是咧做甚物？到底上帝爱做甚物？所以拄着即款的困境，咱搁一摆来转来到今仔日的经文，咱来看上帝来做甚物。当一个人面对上帝的呼召、上帝的差遣，感受到怀疑、真无明白的时，上帝所做的是安尼。当基甸面对即款的困难时，伫12节到17节至5节，上帝做一寡代志。伊一开始
伫12节，伊诚做一个使者，就亲像咱所看的，伊对伊基甸甲伊鼓励讲：勇猛的勇士，上主甲你同在。吼，咱就知影，上帝先用一个基甸无法度接受的邀请，也是应允，伫向伊讲话。咱知影伫14节，伫13节，基甸就开始埋怨上帝，埋怨讲迄也毋是真的啊。伫14节，基甸伊抱怨了后，经文就记载讲，上帝迄个时阵，迄个转过来面对伊。吼，有的版本无写迄个转过来面对伊啦。和合本是讲上帝就甲伊看，吼，真趣味呢。所以讲，迄个基甸伊感觉讲，上主也毋是真的啊，也袂遐好啊。结果上帝就伊的面前伫甲伊看讲这个人吼安尼嘿。所以这个画面真古锥啦。吼，上帝已经咧甲伊看哦，伊毋知哦。煞接上帝就无用迄个使者的身份讲话，伊就讲我要甲你同在。你要拍败米甸人，亲像在拍一个人。所以这个画面真正是真有意思。咱会当看起讲，基甸伊完全无法度看起上帝，就伫伊的面前。伊干那注意环境的困难，佮有家己的弱小，无法度来认捌这个主一定咧甲伊看，甲伊观察，在认捌伊，在听伊讲话。毋过，当主上帝在甲伊看，在认捌伊，在听伊讲话时，伊就开始用应允的话语，在引带伊讲出更较侪的痛苦。所以基甸到卡下面的所在，伊就讲出伊心中迄个上界深的渴慕，佮有祈祷。伊讲：我若对你得到稳定，求你互我一个证据。互我知影，甲我讲话就是上主你。吼，迄是有一个上帝，伊讲我甲你同在，我甲你同在，哪有？无，你著互我证据。伊甲伊上界深的祈祷，伊和上帝关系上界深的迄个痛苦讲出来，对伫伊面前的主安尼祈祷。煞接咱著知影，这是基甸认捌伫伊面前甲伊看的上帝的开始。伫这个祈祷了后，伊渐渐放开伊的心，开始会当看上帝要伊看的。咱煞接就会当对经文，第6章第21节，就会看去讲上帝第一个显现，就互伊看去，就是讲上帝亲像火，用火来接受基甸伊献上的礼物，煞就无去。吼，这就是一个新约。就敢若基甸伊家己看到了，其他的人无法度了解。毋过，这个新约就互基甸有气力行出第一步。第一步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来回复敬拜上帝的生活。真趣味吼，要去拍败米甸人，第一步是爱先敬拜。吼，第二，咱看到上帝第二个帮赞，就是伫第6章33节到34节，遐讲上帝的神降临伫基甸的心上，互伊有勇气。伫米甸人要来攻击的时，伊就开始号召遐个军队。伫煞接要出兵的时，搁甲上帝求一个新约，就是迄个羊毛来有重也无重的迄个新约。对这伊嘛得到勇气。最后，当战争要发生的前夕，上帝搁做一寡人的理性感觉无法度接受的代志。通常咱会感觉讲，若是要战争要相拍吼，人愈济愈好嘛。毋过上帝讲，你带的人伤济啊啦，300个就好。吼，所以伊是300个要去拍，砸35000个人。吼，300比135000人，这是比叶问更厉害。所以有这个勇气，实在是太困难了。要安怎？上帝伫第7章，搁接到一个伊的对敌
的人的民望，互伊来得到快乐，来顺服上帝引带。所以到煞尾，咱拢知影，基甸着成功赶走米甸人。咱若是对第6章安尼看到第7章、第8章，就感觉讲，哇，基甸的人生真正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。所以就是讲，当基甸在面对上帝的邀请，感受到无明白时，上帝一直用应允的话语在甲伊引带，互基甸开始一步一步，含这个应允上帝应允的话语来对话，来拍开心门，嘛，才开始去了解伊所无了解的，伊所无法度理解的上帝是安怎和伊同在。迄个时阵，伊才有快乐伫上帝帮助下面，伊才有快乐来顺服上帝因真特别的引带的方式。所以，伊才渐渐体会到，迄个甲伊同在的主，会当互伊无搁看135000人的困难，却会当去看迄位甲伊同在的上帝。有即位就有够，300个人真够样。所以人一开始，拢会想要用世界的角度、世界的方式来证明家己，也是来证明家己的上帝，也是来证明家己的信仰。人真容易来甲上帝求讲，上帝也求你用安尼的方式，安尼我就通荣耀你。求上帝用合伫咱自我认同的方式来满足咱，也是满足咱的信仰。毋过对基甸的故事，咱会当看去，上帝的做法可能完全是咱家己原本无法度想象的即种的差别，也是即种的落差，会互咱感觉真痛苦、真难受。就亲像基甸伊一路安尼行来，上帝实在是太有创意了，伊的应允阁有带领，看起来无有一步是原本伊想会到、做会到的。就亲像我头仔有分享的迄位牧者，伊伫10几年来牧会的挣扎中间，伊慢慢体会到即件代志。伊讲伊原本真想要做真好的传福音的迄个事业，来养饲青少年，来养饲青少年。伊想要用伊家己的方式，就是照顾青少年，青少年传福音，用即个方式来荣耀上帝。毋过，伊后来才发现，整个过程，伊的主其实是伊家己。伊家己想要用伊家己的方式来荣耀主。伊在求上帝用合伫伊自我认同的方式来显现。伊讲，遮个理想看起来拢是对的，拢是冠冕堂皇，拢是讲主啊，用这个方式我愿意荣耀你。毋过后来伊才发现，伊的主拢是伊家己，是伊家己是欢喜意爱的方式，毋是上帝。直到伊体会到即点了后，伊就放下伊原本迄个期待，伊重新开始。伊甲阮遮少年的传道书讲，伊讲即个世界会互人想要证明家己的快乐，就算是牧者，嘛会想要来自我证明。所以当面对真侪困难、资源无够，佮和家己想的无共款的时，就感觉真痛苦，感觉上帝计算无咱想的遐尔啊好。毋过伊开真侪时间才学习谦卑开始看上帝的角度，上帝的应允是甚物？上帝的角度是，我甲你同在，安尼就够呀。毋免搁去看你的同工是有济还是少。毋单单去算你目睭前的困难是偌济，甚至你毋免惊吓伫上帝引带中间所拄着的困难，因为伫上帝的同在中间，咱所面对的困难，就亲像一个人安尼遐尔啊细。
安尼遐尔啊简单。所以伊讲有时真侪人所注目的是迄个135000人的困难，却毋是注目伫迄一位甲咱同在的上帝。所以当即位牧者伊明白即件代志的时，伊开始有一种新的自由来享受伊的困境。当伊愈来愈认捌即间细细敢若有长辈的教会的时，伊发现遮的长辈虽然无少年啊，毋过却有真侪会疼心愿意来疼痛少年人，会当完全支持伊来开拓即款的事工。所以当即位牧者伊伫偏僻的所在，对无人开始做青少年的事工的时，对学校课辅班来开始做的时，遮个长辈全然包容支持，甚至因家己用耐心，配合牧师来接待遮个囡仔。所以到即马10几年落来，遮个囡仔拢已经成做教会的长职，介少年哦，差不多30几岁都有人在做长职，所以拢已经继续在和牧师同工，做要去做教会。这是一位牧者，伊开始去欣赏伊身边遮个细细的300个人，到底有啥物上帝心意伫内面了后发生的代志。伊开始认捌伊的上帝真厉害，毋是干那想要用真厉害的方式来自我证明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真感动我。有时上帝可能毋是用咱所想象的迄种好，在甲阮引带，在甲阮对待。毋过伊的好可能是人真恶地想象的。咱甘愿意开始放下迄种想要自我证明的角度，开始听从主的话，开始去看起迄位真正真厉害嘛，甲咱同行的上帝，看重伊用英文的话语邀请咱敬拜，邀请咱祈祷，伊嘛想出勇气，咱甘愿意将家己的气力注目伫上帝，跟对伊每一个呼召，阁有邀请，甲上帝做伙大冒险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有时阮看家己真软弱，真无路用，有时对环境的限制内面，嘛会无法度明白你的带带。毋过主对基甸的故事，咱阁一摆看去，主啊，你一直拢伫咱的面前，看阮，用英文的话语扶持阮。甲阮讲话，帮助阮搁较深，你来分享心内的痛苦，嘛对你遐来求讨较深的关系，搁有对话。亲爱的主，求你帮助阮，哪认捌你，哪听你，求你帮助阮了解你的大气力，你的同在是遐尔啊水的时，都有意愿。有勇气来放下家己原本掠条的，通自由来跟对你，通自由来看起你伫阮中间所失落的恩典。恳求你，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有即款的恩典，通对你遐得到真实的自由，阁有平安，阁有逃放。感谢主，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免。即时邀请咱来唱圣诗373首。主
之后变有心。阿门。这个是歹势，这个时阵邀请咱为着家己的性命来上帝来求讨，求上帝互阮有即款的智慧，来放下咱所看重的，掠伊所看重的，当做宝贵。求上帝的圣神来蒙着咱每一个人的心，互咱看到上帝的时，上帝的面的时，着亲亲为着这位仁爱阮、疼痛阮、愿意施了恩德的上帝来欢喜。咱为着家己的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愿你怜悯阮，愿你怜悯阮心中时常出现的两者谣言，搁有无对你的无信，无法度相信你。主要所求你的圣神，互阮的心得到透放，互阮明白你的时，就了解迄阮无法度想象的自由的道路，你一定为阮开拓，伫阮的面前。主啊，感谢你是真心来认捌阮，伫阮的挣扎的中间，求主你引带阮较深来向你讲话，较深来向你求讨，互阮会当对你应允的话语，来得到军队你的快乐，成做阮每一日上界欢喜喜乐的代志。求你赏赐这个恩典，伫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上生命中间，感谢你。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即时，请咱来奉献。会众请起立，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。会众请坐。即时，请咱做伙来读本月的金句，请看周报的上后面。咱用台语做伙来读。恁着勇敢壮大，
无得惊因，也无得论因，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去，伊无离开你，也无放散你。申命记第3章31章第6节。即时，请咱做伙来看周报第2页。后周的敬拜服侍，请侍奉的同工家己来注意。第3页，各部区小组的聚会消息，也请会众家己来过目。第4页，集体交通分会消息。今仔日是7月3号，是总会社福事工的关怀主日，邀请乡姐继续来关心支持各项社会关怀机构的事工。第2点，教会的防疫座位，也请咱家己来注意。第3点，本会伫7月17号要召开7月份的小会会议，请小会员备办心来参加。第4点，7月初7要召开中会要召开秋季的议会，请为着中会事工顺利来带导，也为着咱的苦传道伫这个议会中会当顺利通过牧师资格讲道来带导。第5点，本会8月份的重要的事工，8月7号咱要举办的父亲节的特别聚会，咱要邀请蒋宗牧师来做诗歌的见证报道。那为7月31号开始，嘛伫个教会有专家翕相的服务，邀请兄姐来踊跃参加。那8月14号是要举办咱教会46周年感恩礼拜加圣餐的洗礼式。请要参加的兄姐，伫个7月31号进前向干事来报名。第5页，稳度的读经计划，邀请兄姐会用继续来参加。第7点，教育装备团队有理财有道，阁有经营有道的课程，嘛欢迎大家继续来报名。第9点，今仔日礼拜四要做庆生会，请7月份的寿星会当留步做伙来庆生。第6页，本会总结执事甲秀霞姐妹的后生李建宏弟兄甲严丽红姐妹，伫个今仔日下晡2点，伫个本会要举办婚礼，邀请兄姐会当踊跃来观礼，甲因祝福。第2点是密侦小组林胜博弟兄甲黄希清姐妹，伫个6月30号有顺利生一个婴仔，那愿主赐福，保守因平安。牧区团契消息，体木台牧区伫个7月份开始已经恢复实体聚会，时间是伫个拜六暗时7点到9点半。如若是厝内有国中到大学的学生，请大家会当鼓励因来参加。咱嘛继续为着咱的国家教会复兴事工，阁有2边听中的兄姐，咱来继续来关怀带导。第7页中会甲社区的消息，也请会众家己过目。第8页奉献的部分，若是有出入，请向财务部的同工来更正。继续来请谢牧师来补充报告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互咱伫7月开始，咱看见这个疫情慢慢安尼下降。虽然抑阁这个确诊人数抑阁真悬，总是愿主保守咱逐个人伫这个过程中间，享受咱健康，增加咱身体免疫力愈来愈好，会当抵挡遮的病困，互咱平安来经过这段时期。牧师敢若提醒2项代志吼。第1项就是8月初7，咱要邀请蒋宗牧师夫妇到伫咱教会来做诗歌的见证，也是咱庆祝46周年前的一个陪伴。望咱会当甲这个时间留落啊。蒋宗牧师夫妇是
一对非常优秀，伫诗歌顶面真有上帝的恩膏祝福的牧者。咱期待迄日的诗歌见证，会当较侪兄弟姊妹拢会当伫实体来参加聚会。第二是咱来为着雅茹传道，咱的苦传道来祈祷。伊即礼拜拜四，要伫咱中会92届秋季议会来讲道，愿主来保守伊，互伊伫即几日，搁咧准备的中间，圣神家己亲自来引带伊，保守伊，互伊伫拜四的讲道会当真顺利，也通伫主的面前搁较受激励。在为主做工的时阵，来接受无共款的操练。讲道操练是一种，搁来伊伫事工顶面嘛是有几啊款的操练。望上帝亲自带领伊，保守伊，互伊搁未来要服侍的道路，拢有主上帝特别恩膏，赏赐伊无共款材料的装备，通过家己无共款的装备，搁较荣耀主吼。所以咱也为着咱的苦传道来做祈祷。最后一项，咱为着咱周报内面所订立这个身体软正软弱的兄弟，咱求主怜悯帮咱，医治到伫年中间，所以咱为着这兄弟来提名祈祷，愿主来赐福带领咱，看着咱今仔日遮尔济参加实体礼拜，真正满心感谢主，咱也互相鼓励，互相提醒，搁来渐渐。会当互咱的兄弟姊妹来参与实体的聚会，主也祝福伫线顶的兄弟，凡事拢有主的引带甲保守。这时阵咱就时间交互咱的师会来做结束。请咱起立三角来吟上言的诗歌390首，吟诗煞请谢牧师祝祷。天边望河不管，关联叫大日来交走。若有所想在我中国将你安关。了星星刚化最近。有数连连温回的心，若生的现家现心，所谓一体，即现即即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听谈。以及圣神的相通帮助，引带保守咱众人，对这事直到伊过来，阿门。请坐，默祷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保守咱第一场的礼拜到这。这时阵，咱要来举行庆生会，7月份的受请，毋知楼顶，咱5楼以及4楼，咱7月份出席的拢会当起立好无？咱要来请信众长老娘
决定这来甲咱分拿掉，决定这好。来，先从第二年好，来。第二年吼，好，谢谢。这时阵咱来为着7月份这个时辰来祈祷，咱请坐，咱做伙同心压头来祈祷。我来祝上帝满心而乐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，逐时阵充满伫阮的中间，你的疼，逐时阵拢甲阮撒甲伫地，甚至你用圣手来扶持保护，所以伫阮生命日子的内面，阮要学乐感谢。特别祝阮庆祝7月份出世这的兄弟姊妹，伫伊生日的中间，愿主你的神加倍甲因撒甲伫地，愿主你的灵伫因的心内，也愿主你的祝福保护时时刻刻拢伫因的中间。想使因伫身体、心灵拢得到健康永壮，拢得到兴起。阮也特别将这个受生的家庭、因的工作，一切拢仰望伫主你的圣手，恳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，加添因信心，坚固因的脚步。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第一场的礼拜到这来结束，咱互相请安。愿上帝赐福咱大家，耶稣听恁。